韓國濟州牛來之路第11日，今日咧會行19段嘅逆行。琴日徒步節最後咧已經係將18嘅終點蓋咗章啦，咁所以今日咧只需要行1段嘅路程，輕鬆。望住呢個天空咧就會好開心啦，因為咧琴日一整日都落大雨啊嘛，咁啊天係蒙糊一片，然後今日咧見到海邊嗰度咧就開始係陽光普照，萬里無雲，咁所以係個天氣由海邊偏返嚟內陸呢度咧，所以證明我哋接落嚟嗰幾日咧都會好好天嘅。預計今日路程會好短，所以行嘅時候咧都比較悠閒，有更多嘅時間望下沿路嘅風光。呢個海邊好靚，不過風就比較大。因為琴日落完一整日雨，成條路都係泥濘滿布，一路行一路要好小心，唔好踩到啲水凼，啲濕泥超級嘔心，乾咗又好難洗。最緊要我條褲係琴日啱啱先洗完。經過前3日牛來徒步節，萬人空巷咁樣，好多人一齊去徒步。依家回歸平靜，孤身一人，令我諗起一本書嘅文字：在旅途中等待我的，總是驚喜、驚奇與驚嚇。在近乎我行我素的飄浪中，我學會入鄉隨俗，隨緣自足。更重要的是，我學會與孤獨自處。今日行程比較充裕啊，所以夜晚呢都可以好舒服咁樣去 City Walk 下。濟州冇地鐵嘅喎，點解有個好似地鐵口嘅東西呢？落到去就會見到濟州中央地下商場步行街，吸引好多旅客過嚟買護膚品同埋紀念品。濟州嘅東門市場仲熱鬧過深圳嘅東門啊，不過賣嘅小食偏貴。嚟到我最中意嘅水產市場，及一及啲海鮮先。最後買咗碟刺身3拼，咁佢個基本價錢都比較平，1萬汪左右。咁然後可能臨收鋪啊，咁老細又收我8000汪，即係大約40蚊港幣，抵食。